在地消息来看，海巡署顶日也是接到一个通报，讲有一只东港籍的渔船是因为这个总电盘小气失电，所以这雷达路径是袂当使用的，全调伫个鹅銮鼻东南边的海域。但这海巡人员到位的时呢，是用细只船来甲人载，一路由恒春高雄的这个海巡来接力来护送。今仔日3点外，总算是顺利返来到屏东的东港，船顶7个人全部拢平安。 海巡人员坐上巡河9号小艇前往救援失电的渔船。这只东港籍的渔船船顶有一名台湾籍的船长甲6名外籍船员，侧边因为总电盘小气失电，船顶的雷达路径拢无再调经，掉伫咧鹅銮鼻东南方海域袂顶袂动，赶紧甲海巡救援。海巡先就近派游船到3工，同时派巡河9号去介护，11早起甲渔船会合。 因为规只船已经完全无电，通讯设备嘛失效，海巡派人提无线电去伫船顶，透过无线电甲巡河9号保持联络，一路介护往屏东西。 本队356白艇猎户渔船。失去电力，无法度用电子设备来带领方向的渔船，就亲像车迷去共款，伫咧茫茫大海相当的危险。巡河9号一路介护渔船来到鹅銮鼻东南方海域，就到过恒春甲高雄的海巡队来接受介护。12下半暝3点外，总算平安返来到东港。海巡表示，这礼拜受到方面甲西南风的影响，南部海域的风景真大，也个这个救援加强困难。 调派巡护9号驰援，并由海巡人员登船协助通联、引导航行、借护伴航。后续由恒春及高雄海巡队4艘35吨级巡航艇接力借护。 巡河9号伫咧完成介护任务了后，就随国投入台湾海域的巡防工作。这阵啊，中国的海警船定都来搜照东部海域。顶礼拜六，巡河9号才伫咧东沙海域赶走一只。海巡署强调，海域的主权有关台湾国家安全，海巡绝对袂退让。记者柯兆阳，屏东采访报道。